縣城，一半中國人嘅家鄉。佢可能好土，可能好潮，可能冇乜人知，亦都可能聞名天下。你話佢大，但係啲人總係叫佢做小地方。你話佢細，佢卻係無數人心入面最大嗰座城。平凡食物嘅唔平凡出處，隱藏喺舌尖上嘅鄉土中國。我啲雞同羊喺紅毛樹上食嘢，一到38就嘈喧巴閉。縣城一角，自有天賜嘅禮物，往往就喺咫尺之遙。身披中式羽毛，骨架粗壯，頭頂黑色嘅玉冠。呢隻係中國最大嘅鵝——獅頭鵝。林山宏做咗10年家禽保種工作，係饒平縣最了解獅頭鵝嘅人之一。呢半年幾，佢一直帶住徒弟黃軒，全縣揾緊鵝中王者。早喺200幾年前，當地人就利用體型較大嘅野鵝繁殖出呢個品種。獅頭鵝比一般家鵝大2到3倍，但係大到咩標準？獅頭兩有教科書般嘅形式。伸長條頸先至可以計到背潛長度，口肉嘅鵝掌都要亮到徑長同經緯，要符合一系列嚴格標準，先至可以判斷呢隻鵝係咪滿足血統要求。黃軒手機入面呢張獅頭鵝規格表出自1976年嘅廣東畜禽資源彙編，一直用到依家。跟住都係唔合格喎，呢隻鵝都係唔合格。饒平人點解對獅頭鵝嘅大咁執住？要從潮汕民族講起。時年8節，拜神祭祖，成隻鵝奉上，人同神一齊分享佢嘅香氣。獅頭鵝體型夠大，先足夠表達子孫嘅敬意。以大為貴嘅飲食之美，得以流傳百年。呢煲老水就係我哋嘅命根，我哋揀嘅材料都係唔少得南薑、蒜頭、魚露、糖同鹽呢5樣嘢嘅配搭。源自廟堂嘅老鵝都跳唔出好食，先係硬道理嘅規則。養殖130日左右嘅獅頭鵝，雖然已經到咗生長嘅樽頸位，但係呢個時候嘅鵝肉厚身但唔累，啱啱好同呢鑊鹹甜濃醇嘅老上得益彰。我哋中間要吊湯1到2次，等啲滷水喺個肚入面循環，等呢隻鵝更加入味，更加通透。1個半鐘頭嘅滷製，反覆吊起再落鑊，冷卻同滾燙交替之下，紅潤浸染鵝皮，卤香深入骨髓。呢一啖厚實嘅肉感，
唔單止係潮汕人嘅心頭好，亦都係寶中衛士們嘅極致追求。呢個係11號嘅11欄第3號。由蛋到成年，呢度每一隻鵝都跟家譜圈養。為咗保持基因優良，遠赴荒僻之地揾啲冇被雜交污染嘅公鵝加入，就係寶種衛士們嘅日常。執住於嚴苛嘅標準，獅頭鵝先可以一直保持饒平人最迷戀嘅模樣。由鄉村到縣城半個鐘頭嘅路程，呢度亦都係食材到廚房嘅距離。饒平，一座山海相依嘅小城，佢位於廣東省最東邊，貼住福建。當地人天生對食材原味有住執住嘅追求。身處獅頭鵝嘅原產地饒平縣，人自然有底氣，用白鷺來滷鵝。每日朝早6點就叮歌，叮歌完就攞去鋪頭煮，保證日日新鮮嘅鵝肉。原至客加糖同鹽索做底味，係饒平白鷺水嘅配方。為咗令大鵝唔冠，本地人有加植物油嘅習慣，等鵝肉多啲油香。滷鵝時唔冚鑊蓋，用寵物壓住。成隻鵝均勻熟透。我一日就要預備好10零隻，麵就要整300幾碗。黃良華全家喺縣城開咗幾間小店，每間生意都唔錯。除咗滷鵝，仲多得手工織造嘅麵條。加入少量食用鹼嘅高筋麵，搓壓到起膠，呢樣唔算出奇。出奇嘅係，跟住呢個動作，手法主要係令麵條爽口彈牙，食落去有嚼勁。手拍棍壓，直到塊面皮薄到2毫米。咁樣製成嘅麵條，裏面麵筋網絡，幼細密實，經過水煮，自然會彎曲蛋身軟熟。配埋用鵝油爆香嘅葱蒜油，幾碟鵝肉，一碗鮮麵，陪伴住呢座縣城嘅日常。而食材亦都以原產地為中心，向外進發，一步一景。哇，鵝肉飯好香啊！就算係去到只係15分鐘車程嘅庵埠鎮，獅頭鵝嘅食法都已經完全唔同咗。呢度曾經係潮汕人陸南洋嘅貿易關口，華僑帶返嚟好有東南亞風情嘅沙爹同咖喱，同肥美嘅鵝肉相遇，融合出獨屬於庵埠嘅混搭味道。有啲地方物產豐富，山水天然優越，配咗味道嘅初漿。仲有啲地方
人們見機行事，自然風土同飲食智慧喺市井繁家嘅灶台上交織，釀就咗小城嘅地標味道。700幾公里外嘅江漢平原腹地，湖北仙桃古稱陽，有1500幾年嘅城市文明史。點解呢座城嘅人對粉蒸菜情有獨鍾？何姐，好，睇下要邊幾樣。嗰個粉蒸肉丸整啲，仲有粉蒸牛、粉蒸薯仔同埋芋頭啊，每樣都幫我整啲。得啦。好多老仙桃人都有咁樣嘅過早習慣，喺相熟嘅蒸菜鋪打包，然後再去相熟嘅早餐鋪。幫我將呢個蒸菜加熱。Come on，整熱佢。幫我落單一碗大骨湯麵。唔理自己買唔買蒸菜，都會幫熟客復蒸加熱。呢度係當地過早嘅一條隱藏規矩。蒸煮呢種方法喺中國起源，佢嘅雛形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咁耐。而蒸煮嘅道理喺水鄉澤國度演繹出另一番韻味。仙桃雖然係水土豐沃嘅魚米之鄉，但以往成日都會遇到洪澇盜影響稻米產量，所以當地人真係好珍惜每一份收成。大米脫殼之後剩低嘅碎米會磨成米粉，攞嚟包住時令食材一齊蒸，咁樣又令到受熱更加均勻，又可以保住食物嘅原汁原味。慢慢咁，粉蒸法就形成咗蒸菜、蒸魚、蒸肉呢三大類，世人就叫做洋三蒸。到咗今時今日，仙桃嘅蒸菜又點止三蒸可以概括晒呢？一方水土因地制宜，成就咗粉蒸界嘅頂流。自然就塑造出遠城餐桌上嘅鄉土滋味，而食物喺經年累月之中，亦都會浮現出歷史嘅印記。連州位於粵桂湘三地交界處，當地嘅風俗互相浸染，令到呢度嘅食物與眾不同。凌晨2點，一盞盞頭燈點亮，一日嘅勞作。吳宇滔同佢爸爸大伯、伯良一齊打理呢個鋪頭。大塊嘅牛肉講究改刀，好似展開畫軸咁樣片成成張。而一直響徹喺背景音裏面嘅叮叮當當聲，係嚟自一種特殊嘅工具。由骨頭上斬肉其實唔難嘅，初初學嘅時候覺得好難。而家熟手咗就好易嘅。一把短小鋒利嘅劈頭，集合咗鑿、刮、切、撬多種功能，將貼骨肉盡數剝離，形狀完整。市場裏面嘅分工男女有別，同火親密接觸嘅工序多數由女人負責。牛油唔單止用嚟助燃，仲要喺烤網上面反覆刮擦，防黐底嘅同時，亦都激發出牛氣沖天嘅香味。火力嘅大小、牛肉嘅厚薄，呢啲都決定咗成品嘅老嫩。
只有女人嘅細心，先可以令牛肉乾製得更加均勻。唔做調味，只係用柴火燻烤，部位唔同，火力亦都各異，但最終牛肉都會外脆內軟，熟度達到70%。呢度亂啲，幫我清幾斤。整牛肉乾嘅技術，與濤家3代相傳，而呢種食俗歷史更加悠久。1000幾年前，南龐名將伍敬元棄甲歸隱，呢度亦都將呢種出自軍糧嘅肉乾製法代代相傳。每年農曆4月14，各地宗親返鄉祭拜宗祖伍敬元。鄉宴大廚料理牛肉乾，通常會用上一種地道嘅湖南特產對樹白辣椒。呢個係因為連州嘅北面同湖南相鄰，曾經係越鹽北上入湘嘅必經之地。隨住人群流轉，絲辣口味慢慢融入鄉土餐桌。悠久歷史同埋連州人嘅代代傳承，就集郵喺呢一口鮮辣脆銀之中，成為呢座小城時光仍艷麗嘅記憶。縣城雖小，但有佢嘅肚量。他鄉風物隨緣而至，亦都會生根發芽。咖啡好有現代都市氣息，而呢座小縣城除咗有30幾間風格各異嘅咖啡店，仲有啲個性十足嘅土洋結合。粉絲薯條都整好啦，快啲捧出去啦！一杯凍咖啡配幾碟熱辣辣嘅油炸小食，時光漫漫，四季如常。而家嘅賓川縣係全國咖啡愛好者爭住打卡嘅寶藏之地，而呢張藏寶圖嘅終點要走入莽莽大山。朱庫拉村距離賓川縣城100幾公里。喺山裏面修通公路之前，要用上你能諗到嘅所有交通工具，先至到呢度。雲南人一向愛飲茶，但每個朝早呢度都會飄出濃醇嘅咖啡香。喺海拔1400米嘅山谷，生長住呢啲遠道而來嘅果樹。波旁同鐵皮卡，佢哋係世界上古老嘅咖啡品種其中2種。摘咖啡果嗰陣，呢個嫩芽盡量唔好摘走，如果唔留低，明年就唔會結果。攞唔到。1904年，遊歷到呢度嘅法國人種低咗呢片活化石般嘅咖啡樹，因為交通閉塞，呢啲咖啡喺100幾年間從未外銷，只係供當地人自用。勤力嘅村民細心呵護，到今日，除咗30年前保種嘅大片咖啡林之外，村中仍然保留咗23棵百年老樹，年年結果，世界罕見。將咖啡鮮果日曬係世界通行嘅處理方法，喺朱庫拉村都唔例外。但係做嘢中途嘅一幕就真係好少見。
咖啡鮮果嘅果肉好薄，但係甜度十足，食落好似食甘蔗咁過癮。曬場入面嘅咖啡果就開始咗佢哋嘅轉化之旅。呢啲已經曬咗20幾日，嗱，我哋曬到20幾日之後就準備加工得㗎啦。喺朱庫拉村，啲人處理咖啡果嘅方式好有村味，唔使咁重手，要輕手啲。我哋本地人都識得，要搓得輕啲，就識得話用幾大力氣去沖㗎啦。逐片簸箕，土做大鑊，同埋估唔到嘅幾羹鹽。鄉村裏面嘅老物件同外來嘅洋客人早就唔分你我。咖啡啲香味飄咗出嚟，好香啊！呢把已經燒黑咗嘅鋁壺，就係村裏面家家必備嘅咖啡壺。理得佢咩深紅、淺紅、滴淚、手沖，褪咗嗰層洋氣外衣嘅咖啡，而家只有原始樸素嘅甘苦香濃。100年前偶然落地嘅種子，喺山野嘅懷抱裏面生長，最終成為咗延續不斷嘅味蕾符號。呢啲來自遠方嘅味道，穿越時光潮汐，撫平聚散離合，留低舌尖嘅醇香。呢度係中朝俄三國交界嘅一座小城，每日喺邊境口岸來來往往嘅，除咗金髮碧眼嘅面孔，仲有數以萬噸嘅貿易商品。隨住冷渦系統向東移，17號嘅降水帶開始向東北方向推進。黃楷超定居只係5年嘅新地村人。喂，阿哥，我到咗嗱架車都唔喺度喎。到噶啦，即刻到噶啦。揸喺度排隊。一陣啦，睇下抖音啦，都差唔多啦。得你幫我吹下啦。後生嘅佢唔怕挑戰，帶埋全家人殺入當地競爭最激烈嘅一個賽道。而呢個同美食有關嘅行業，俾呢座小城寫滿咗奮鬥嘅故事。喺拎春街頭，目光所及之處，總會見到呢啲大家伙嘅身影。迎春口岸設立喺1988年，距離最近嘅俄羅斯漁港只有42公里。每年都有超過150萬隻喺北太平洋捕撈嘅皇帝蟹從莊春入境，再發去全國各地。有近水樓台嘅資源，皇帝蟹好快就爬上咗本地人嘅飯台，接上地氣。三哥，喂，整隻蟹，燒啲蟹腳食，好。炭火炙烤下，皇帝蟹腳肉變得雪白豐滿。白糖、辣醬同白醋、啤酒嘅組合，再打隻生雞蛋落去調配，遠程版本嘅朝鮮族燒烤醬，帶嚟甜辣酸爽嘅滋味。呢個係喺頸春嘅燒烤店先挖到嘅寶藏。拎嚟加工嚇。唉，好，呢個防掉包籤咧，我哋已經綁實咗。如果呢個防掉包籤你可以解得落嚟，呢隻蟹你拎走，唔收錢，你放1萬個心啦。黃楷超開咗間小店，又賣生猛蟹，又做加工。阿媽負責招呼客人，阿爸喺廚房負責煮。
全家人都分工好明確。我哋全國90%以上嘅皇帝蟹、板蟹、毛蟹啊，都係由我哋呢度出貨嘅。蟹腳拎去辣炒，蟹身就清蒸。老婆徐彭媛係帶貨高手，不過貨賣得太快，都幾令人頭痕。喂，仲有幾多隻蟹啊？仲有20-30隻左右啦。咁你要快手啲啦，再唔係冇得賣噶啦。好，知道啦。喺呢條海鮮街，黃啟超入行時間最短，亦都係最後生嘅。到咗需求旺季，佢間無手細本錢少，想順利攞到好貨，就要睇街坊鄰里嘅前輩肯唔肯一齊夾份。5-1前呢一車10個貨櫃4家人夾份。嚟啦，抽籤。同樣係創業者嘅後生老細們，諗出用撲克牌抽籤嘅辦法，決定提貨嘅倉位。呢個就係最有完成智慧嘅拍住上取暖方式。抽咗個尾倉，我都係尾倉。我1號頭倉。頭倉聽落好聽，但對所有人嚟講，呢個係最差嘅結果。近車頭嗰2個同埋近車尾呢個存活率冇中間嗰啲咁好，中間因為凍啲，損耗大，死亡率高，咁咪賺少咗錢咯。於是就出現咗開頭嗰一幕。好，咁跟我嚟啦。對於黃啟超嚟講，早少少見到貨車個影，都可以舒緩佢嘅焦慮。因為抽到嘅係最入面嘅頭倉，所以黃啟超最後一個卸貨。要加水，唔使加水，直接放啦。啲倉貨點樣？都幾好，比想象中好啲。你點解次次都抽到唔係最前，就係最尾㗎？冇計啦，呢倉規格幾細。幾好，啲肉好飽滿。咁就得啦。開局運氣唔好，細禮盒可以包裝幾個咧？結局算係圓滿。即買即食嘅海鮮店冇大餐廳嘅儀式感，但係你知啦，高級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簡單嘅烹調方法。清蒸就係鎖住鮮味嘅法寶。皇帝蟹肉索飽水分，更加飽滿多汁。你咁樣揸住佢，佢咪睇唔到呢隻壞咗咯？呢啲都影相影到甩咗啦，冇事隨便影。呢個係你屋企做嘅道具，特登整嘅。喺呢座位於邊境嘅小城裏面，年輕嘅家庭、新興嘅街道一齊成長，而一啲來自縣城、身懷手藝嘅奮鬥者，選擇咗闖蕩他鄉，令造屋嘅味道飄香四方。呢啲縣城唔單止係地名，亦都係招牌，伴隨住城市成長，溫暖住陌生嘅餓到咕咕聲嘅肚。其中嗰座以小食打動世界嘅縣城，想必早已喺你舌尖閃現。一座縣城點樣可以憑小食獨步江湖？就
走入沙縣小食嘅起點，或者可以揾到答案。夏茂鎮漁幫村擁有廣闊嘅良田，係客家人南遷到呢度最初落腳嘅地方，亦都係公認嘅沙縣小食第一村。村裏面有接近90%村民喺外面經營小食店。漂泊多年之後，佢哋總會停低腳步，回歸故里，繼續開返間小店，亦都為咗頤養天年。今日余和文同張秀基兩老有個重要任務，啲食材用油撈開，咁呢啲油先倒落油罐度。村裏面組織咗一場小型壽宴，有一道壓軸嘅甜品係兩老最拿手嘅。我哋夏茂成個夏茂呢個燒賣係請親家母食噶，請女婿食呢啲場合都要用呢樣噶。燒賣喺各地都唔算罕見，但夏茂嘅甜燒賣就自成一格。豬油同糖餅係餡料嘅主角，呢個源自客家人嘅農耕傳統。紫菜拎去洗下，揸乾啲水要揸乾，唔係你嗰個餅啊要撈油，啲油啊會吸入去。夏茂位處山區，紫菜顯然唔係本地食材。沙縣因為穿城而過嘅沙溪而得名。以往呢條水路連通福州，一啲乾製海味亦都隨水運而來，又同農間生活融合，參與咗小食放飛自我嘅進化。呢道甜燒賣清晰描繪出沙縣小食嘅底色。客家人帶嚟嘅麵食技藝不斷演變，創造咗經典。一粒餃子、一隻燒賣、一粒肉丸，都係包容嘅智慧，讓南北食材混搭，無拘無束。隨住20世紀80年代外出闖蕩嘅腳步，人們將呢份堅定嘅柔軟帶去天南地北。福州開店唔係6年就係7年。上海嗰邊開咗有2-3年，昆山開咗4年、14年。一般我哋去到福州就跟翻福州口味，福州稍為食甜啲。如果去到上海就要食清淡啲，去到邊就跟邊度嘅風味，大概轉少少咁啦。只要走出沙縣，就只掛沙縣小食嘅招牌。呢個係一座縣城，包容4海嘅默契同決心。而留喺沙縣嘅小食店，但係靠住家家戶戶嘅獨門手藝，各自改個名，呢個就係呢座小城獨有嘅個性。沙縣老城區呢間舊祠堂，亦都係黃景禧做到身水身汗嘅操作間。呢個麵皮啊，如果要做到透亮，要經過反覆咁壓製，反覆折疊、記壓，不斷鋪上木薯粉。呢個過程要持續2個鐘頭。要將啲粉絲拉過嚟。而喺隔離嘅舊廚房裏面，女主人鄭嘉蘭都喺度忙緊。平時呢，紅薯粉絲多數只係增加口感嘅配料，但係喺度，佢就係主角。1985年入紡織廠做嘢，我家婆講咗好多次叫我落嚟接佢嘅班。佢講咗2-3次，紡織廠份糧嗰陣時又真係好低。一旦落咗嚟，你既然揀咗呢個崗位，你就要堅持，就要親力親為。所以一做就做咗33年。呢間小店嘅33年，每日都係複製貼上，因為追求當日即做，絕對唔會擺過夜。
餡料裏面仲有一味新鮮買翻嚟嘅豬髀肉，切大粒，加本地豉油調味，包嗰陣時至有妙用。而家面皮經過百折千錘，已經薄過紙張，透到光添。要夠薄，要0.6毫米，一張嘅標準就係0.6毫米。快啲走啦，前面趕唔切啦。哦，得啦，嚟啦，好嚟嚇。無數沙縣人出外揾無位開檔，但鄭家蘭一家淨係想守好自己嘅風水寶地。穿過曲折巷弄，現代城市嘅聲浪撲面而來。呢間喺商場對面嘅小店，千金不換。10蚊一籠燒賣，前面已經打包咗，打包叫佢拎出去。輕巧咁撥一撥，一愁粉絲連住一粒豬肉碌入面皮度，再輕輕一揸，形似核桃嘅小球就彈咗出嚟。每包一個燒賣嘅時間只有4秒。每日包10,000個啦，哈哈哈！做呢啲小食就好辛苦，但係你都要有呢份耐心，而且要親力親為。鄭家蘭仲有時間傾下偈，係因為而家有個女幫手。我呢個女有天分喎，做嘢好認真，而且攞咗我哋2個人嘅優點，做嘢好細心。個女1年前先啱生咗細路，索性辭咗份政府工，同屋企人一齊做小食。攞個獎啦！佢差1名，你睇下舊年去參加名師名廚比賽，攞到第4名，差1名就評到沙縣嗰個勞模，差1名就做到勞模，而且佢係第一次參加。阿媽眼中嘅細路永遠都係最叻嘅，但係做1年就可以參加比賽，真係同天分有關。小店入面節奏好快，要靠多層抽屜式嘅蒸櫃，先可以連續15個鐘頭出餐。出爐嘅燒賣同店，掹手秘製嘅豉油蘸料雙魚，筷子輕輕一擠，啲醬汁即刻俾餡料吸晒入去，一入口汁水爆滿，呢種享受只有當地嘅為食鬼先識得。嚟啦，入嚟坐呢度有位坐啦。燒賣2碗啊！一啖一粒，滿口鮮甜，呢份痛快真係要親身去沙縣先至體會得到。今日有冇同老闆娘講下？快啲開間分店，開到出面去，咁就最好啦。我冇呢個魄力，亦都冇呢個諗法。最主要係呢度嘅生意實在太好，有錢賺啊嘛，我冇必要再出去奔波，係咪咁講啊？呢樣嘢要花嘅功夫好大㗎，你出到去通常都係夫妻檔啦，你想請啲熟手工人好難請㗎，使嘅功夫咁大，你冇辦法做得到。走出去定係留低？呢個唔單止係沙縣小食手藝人要面對嘅選擇，更加係每一個喺縣城出世嘅人最重要嘅人生抉擇。但係無論去到天涯海角，抑或留喺桑梓故里，大家追求嘅永遠都係一份自在、溫暖、歲月靜好。返學，然後我上咗中文堂、數學堂、英文堂，我玩咗好玩嘅遊戲。咁你呢？考操嘅時候，我哋玩咗啲好似捉伊人咁嘅嘢，然後又睇咗爬山虎。
Are you ready to go home? Yeah! Okay. Are you ready? How to say my teacher by Chinese? You know, say motorcycle by Chinese. Motorcycle. I forget about it. Can you? It's just like the bicycle, but it's 電瓶車。係啊，電瓶車係啊。奧茲坎失澤嚟自土耳其，佢嘅事業同生活都同呢座城市黐得好埋。由20世紀80年代開始，義烏人憑住雞毛換糖嘅商業頭腦，開啟咗國際貿易嘅雙向奔赴。呢座小城嘅熱情同溫暖，而家已經吸引咗30幾萬外國人嚟呢度經商同生活，他鄉變成咗故鄉。使唔使咁高啊，大佬？等陣我一剎車，啲貨全部倒晒落嚟㗎。我自從退伍之後，一直喺義烏賣啲中餐食材。後尾發現呢度嘅老外越嚟越多，跟住外國餐廳都越嚟越多。之後我就諗，不如供啲進口食材俾佢哋啦。跟住梁王一路送貨，就好似走入一間世界飲食博物館咁。義烏總共有40幾間國際餐廳，經營者來自16個國家同地區，當中土耳其菜佔咗主流。喺歐亞大陸嘅十字路口，土耳其人用料理講述一個個古老故事。佢哋將香料嘅新香化作鎖匙，打開咗一扇通往美味嘅神秘之門。甜品係呢個民族最深情的告白。開心果嘅翠綠點綴住蜜糖嘅溫柔，就好似佢哋祖先留低嘅宮廷秘方，將甜蜜嘅記憶封存喺時光深處。今日奧茲坎揾梁王訂嘅貨有啲特別喎。呢個係你要嘅中國豆瓣醬。好，你睇下呢個。Wow, smart, nice. I like spicy. That's why it's not having any problem. I like the way the cooking and the way the eating in, and you put it in the sauce, and you taste it. That makes the sauce special, make me different than others. 產自中國四川嘅紅油豆瓣醬，會同土耳其菜撞出咩火花呢？奧茲坎準備用一道洋米飯揾出答案。豆瓣醬嘅濃烈醬香，會唔會同傳統嘅土耳其羊肉料理唔夾呢？奧茲坎都冇十足把握，但係豐富嘅人生經歷話俾佢知，勇於嘗試。My childhood it is so different story, which I was in hometown Marlin, and moved to I was when I was 15 years old. I moved to England to study, and somehow I played, I was playing so good. I was a football player. 運動生涯係奧茲坎人生嘅第一道高光，但係突如其來嘅傷病，搞到佢唔可以唔放棄足球事業，要揾過第二條出路。I decided to do something in that time. My brother called me, told me, would you like to come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I was so surprised about this because I never have any idea to
come to China or not have any idea to come to live here. 經過幾年嘅打拼同摸索，奧茲坎最終揀咗義烏呢座包容又溫暖嘅小城。His life is so much surprises, and I was just married with my wife, and I find myself in China doing business. I love what I am doing. I love to cooking. If you want to be successful on your business or on your job, what you have, you need to love first, you need to love your job. 4個鐘頭，換嚟一份烤燜交響曲，外面焦香，裡面軟嫩。土耳其人嘅餐桌上，穀物同肉香係黃金拍檔。而嗰一抹中國豆瓣醬嘅紅，唔經唔覺間搭起咗一座味覺嘅橋，令遠道而來嘅異鄉人喺舌尖上揾到故鄉嘅味道。2000幾個縣城喺中國版圖上面最細膩嘅脈絡，寒暑交替，炊煙暖粒粒，南來北往，滋味長流長有。睇落平凡嘅小城，其實係中國味道嘅根同本。阿姨拜拜咯，拜拜拜拜。真係唔容易啊！終於返到山東泰山啦！好多人應該都唔知呢啲令人驚豔嘅嘢就收埋喺我哋嘅小縣城裏面，所以有機會嘅話，歡迎你嚟睇下啦！